首先，將 HandyTube 一半摺成風琴形狀。用 HandyTube 嘅時候，用者需要輕輕翹腳，然後我哋要幫助用者微微側身，將已經摺成風琴形狀嘅 HandyTube 放入用者身體嘅底部，留意摺面要向下。放好之後，用者需要向另一面微微側身，我哋會從佢嘅底部拉出 HandyTube。同時，我哋要確保 HandyTube 係放喺用者嘅肩膊同埋盤骨位置嘅下方。當完成以上步驟嘅時候，我哋需要有兩位人士在場幫助移動用者，其中一位需要向用者嘅肩膊同埋盤骨嘅位置向前推，而另一位要同時間喺另一面拉起 HandyTube 嘅面層。請注意，兩位嘅動作同埋時間必須配合同埋一致。完成之後，用者將會完全側身，方便清潔背部、換片同埋洗傷口。清潔完畢之後，我哋可以將用者平瞓於床上面。呢個時候，我哋可以利用 HandyTube 輕易咁將佢移動，回復返喺床中間嘅位置。最後，我哋可以拉住 HandyTube 嘅底層，沿水平線咁樣抽出 HandyTube，留待下一次使用。